你對我錯。我一生提倡人間佛教，非常重視人際嘅相處，因為人嘅一生離唔開群體。佛經上邊都講，離世求菩提，猶如滅兔角。因此，人同人嘅相處係好重要嘅修行功課。人與人之間難免會發生嬲怒、爭執、嗌交、誤會咁嘅情況。點樣化解人我之間嘅問題？我以為奉行你對我錯，你大我小，你有我無，你樂我苦，咁樣就可以消除戰火，彼此和樂無憂。有一個故事係咁樣嘅，有一位張先生同埋李先生係朋友。張先生屋企經常嗌交，李先生屋企呢從來都唔嗌交。咁於是張先生就同李先生請教，奇怪，你屋企點解能夠唔嗌交噶啦吓？咁李先生就話：你哋屋企先至會嗌交啦，就因為你哋個個都係好人；而我屋企唔嗌交啦，就因為我哋全家都係壞人。點解呢？嗱，因為你哋咧個個都認為自己啱，所以你哋全家咧經常有摩擦嘅場面；而我哋屋企咧個個認為自己係錯嘅，所以我屋企聽唔到有半點火藥味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一個茶杯擺喺台度，有人行過將個茶杯碰跌咗，咁碰跌杯嘅人呢，唔認為自己係粗手粗腳，反而好嬲，就話係邊個將茶杯放喺呢度嘅？喺呢個時候，放茶杯嘅人呢，一定好嬲咁反駁：嘿，你打爛茶杯都唔負責，仲喺度強詞奪理，咁樣呢就會彼此責罵，吵鬧不休。同樣嘅事，如果發生喺我屋企，打爛茶杯嘅人呢，即刻會話對唔住，而且呢馬上去準備善後。咁放茶杯嘅人呢，亦都會唔好意思咁話：好抱歉喎，唔應該將茶杯放喺呢一度。咁於是，一個攞台布，一個攞掃把，共同合作，就將個台面清理乾淨。嗱，老張，呢個就係你屋企成日嗌交，而我屋企唔嗌交嘅原因。人同人嘅相處，姿態低一啲，反而處處可以贏到友誼。多講句對唔住，我錯啦，我做得唔好，勞駕你。你嘅意見好好，你處理事情好妥當。將自己當做壞人，將對方當做好人，就好似李先生屋企咁，彼此和樂，獲得對方嘅幫助。嗱，由你對我錯到你樂我苦，其實係一個體諒嘅心，站喺對方立場設想，以同理心化解對立，消除誤解。就好似觀世音菩薩33應身，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以為說法。因此，觀世音先能夠得到家家戶戶嘅信仰同埋恭敬。以和為貴，真正高貴嘅人，質地柔軟，如水曲流轉，不擇大小細流，匯成百川汪洋。你對我錯，融化剛強嘅雪原；你大我小，粉碎傲慢嘅高山。你有我無，解開愛結嘅纏縛；你樂我苦，學習菩薩嘅慈悲。